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25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你知。中央气象局伫今下晡2点半发布风台杜苏芮海上陆上风台警报，即东南部风雨会较大，拜3、4影响上严重。汉光实兵演习第2天伫8里无机敌军上花，也那台南的平安9号演习也无记中国用武力侵犯台湾。天9日的疫情继续伫咧顶礼拜增加206个本土病例，最后的疫区台南也出现头一个死亡个案。中央气象局伫今日下晡2点半发布风台杜苏芮海上陆上的风台警报，即届落雨的地区会以东南部也有南部为主，拜3、4是上届严重时阵。气象专家也指出讲，这杜苏芮的暴风圈已经挖到吕宋岛，受到陆地影响，变做是强度风台几率无大。不过，宜兰和花莲的渔民提早把这船办好势，要来应付风台了。杜苏芮风台目前以每点钟14转10的速度向西北西转西北方向过来，虽然风台也未到位，不过花莲地区上海岸船的业者烦恼影响大，选择无出海。上海岸的行程不是取消，就是延后。浪高都超过差不多1.6米、1.8米左右，所以我们就把所有的客人先做取消或者延后。业者表示，为拜2至拜4，上海岸的行程拢减慢，退换票初步估计超过5成。花莲的海边开始出现灯影，呼吁民众唔通去看海影。若是花莲市区有业者行在看板下吹落去，提早把看板摕落来，等到风台过了后再搁挂起哩。当地西瓜农甲原本爱2个月才使采收的西瓜，提早到25天就采收，惊风台带来更加大的灾损。预防万一啊，所以说先采收，不过台风来，台风后的话，价钱可能就不好了。那宜兰的乌石港为少观光船拢停航，烦恼强风影响，业者拢用锁甲船固定。宜兰县长林祖苗视察当地抽水机，毋望降低风台淹水的机会。特别来看咱的抽水站啊，抽水机啊，能够预防胜于治疗，让伤害减到最低。针对杜苏芮风台，中央气象局25下晡发布陆上警报，暴风圈已经小可扩大进入巴士海峡，对于屏东甲恒春半岛会造成威胁。目前风台强度是上大的中度风台。明天白天、明天晚上，大家可以看到东半部的降雨会更显著，并且可能会有局部性的大雨或者是豪雨。那至于西半部，大致上可能在明天上半天还是比较多云到晴，可以见到阳光。那但下半天过后，也可能会有一些雨势出现。整个来看的话，它的结构应该会受到陆地的干扰，预期大概就是维持现在的这个等级，或者是说接下来强度可能就要慢慢有一点要开始减弱这个趋势。拜2下晡，东半部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开始落雨。拜3甲拜4是风台上挖近台湾的时阵，东半部恒春半岛风大雨嘛大，雨区会渐渐扩大，中北部会落阵雨，爱严防强阵风。拜5早起天气也无稳定，气象局提醒，风台挖近爱做好防范风台准备。记者综合报道。风台伫未来这东部甲南部沿海地区风影拢变较真强，南势搁再出现10级的强风。下晡伫台东地本着这树仔和风线岛地歹着电灰条啊，造成100多户失电。另外为了安全，这屏东的警方也去到北大埔山，呼吁民众赶紧落山。各类国家森林游乐区明仔载下晡拢预防性休困，也那屏东往回小琉球也个小三通的船帮，对明仔载开始也拢休困2天。工作人员手提电锯，要来救路边的树啊！台东地本透强风，一丛南越杉啊，去风泥口道地断4支电线条，害当地100多户失电。护工局永续专区台电警派人抢修。它的电如果停超过2个小时，这么的做养殖的鱼类都会死光了。大影一阵一阵拍上海岸，杜苏芮风台愈来愈靠近台湾。25下晡开始，台东沿海风影变强，南势出现10级强风。惊有大风雨，农民赶紧甲要9分的大木石架落地啊！希望会当甲损失拉到上低。看天公伯啊，会啊，落来就咱的啊，无落来就无伊啊。吊起来。土的人甘愿惊风台影响，赶时间甲渔船吊上岸，较免去互风台吹歹去。考虑到安全，包括屏东往回小琉球、甲小三通的客船，离咧开始休困2天，有真侪游客拢提早坐船离开。怕大家都一窝蜂，然后搭不上，对，所以就想说提早回来。不过风台期间，嘛是有民众想要去爬山，屏东警方去白冰山，也有北大武山，可劝民众赶紧落山。这个台风的季节，尽量不要上去。
流浪慢慢的震动，来回试车，共款提高警戒的高雄。桃园区公所检查流浪的动作，让人员操作失手，较保灾的时会当紧急处理，运送物资。玉穗桥那边断掉，所以呢，我们就用这个流笼来做我们的这个运输的工具。风台逼近，各县市赶紧防台准备。考虑山区天气，包括合欢山森林游乐区、大雪山和武陵国家森林游乐区，26下晡拢休困无开放，听候风台离开。记者综合报道。风台要到位，目前当咧高雄港外口的货柜约有101个伫遐铺咧停咧。烦恼讲这风台若到会造成危险，高雄港务分公司赶紧派人处理。交通部长王国材去到现场视察，也要求讲伫咧暗时进前就要处理好势。一个蓝色货柜卡伫岸边，比如这天赛货轮沉船已经5日，有关有大约110个空货柜，调伫高雄林园甲就这二期研发，看到风台多数类花近，怪手加速作业。那一区就大概有将近20只了。根据港务公司统计，天赛轮船顶有1349个空柜，其中776个随船沉落去，160个漂流过程沉落去，目前完成打捞也是拖台过程沉的有303个，还剩110个调着等待处理。交通部长王国材25早起落南去现场视察，要求暗时要完成打捞。希望在今天晚上以前，把110只里面比较可能会因为台风在飘回海上的这些部分赶快来做一个处理。所落的空柜造成高频沿海航运安全，天赛轮本身也疑点真侪。航港局表示，这艘船测试停伫高雄外海时，就捌问入港定数，也毋过无提出申请，也无反映有机能状况，一直到19才申请入港。2早起船已经管制船长船员出境，进行海事讯问，厘清事故原因。当时船东并不愿意提供进港的所需资料。7月19号下午3点的时候，他们才第一次提到可以进港。那时候船代还是表示说，这个船舶还是可以正常的一个进出港期间并没有反映有什么任何的一个紧急的一个状况。拄船伫海上清理天赛轮沉的时所流的油，因为船目前位置水下37米深彻底，受风台侵蚀造成船体断气风险无悬。港务公司会等提起好起来才抽除船顶的油料，后续也会紧急救伤，甲相关船体处理。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汉光实兵演习的第2天，模拟演练高雄永安液化天然气厂和敌军接领，这军警反敌讲甲天然气厂抢渡回来。另外，伫新北市的北里也进行战交演练，模拟敌军对北里上岸。今年搁再增加 M60A3 战车协助长距离的攻击。现兵赶紧集合，原来是模拟供应各电厂天然气资源的关键基础设施。高雄永安液化天然气工厂，去互敌军特工队入侵接领，警察嘛赶紧加入支援。海军陆战队992兵力赶到位，做反敌工作战，直接甲敌人消灭，甲天然气工厂达到转来。汉光39号实兵操演第2天，金门模拟敌军为空中降落登陆，侵犯金门历史。敌军想要控制去年才开通的金门大桥，阻碍国军兵力转移。国军运用炮兵火力来压制，机动部队用机枪来扫，成功把敌人灭掉。官兵冲入去防空壕，就作战位置进行防卫部署。模拟敌军为新北北里北堤海沙堡登陆成功，随做第2线的防御。敌军挖进，使用陆火箭弹来反击。还有机枪辅助，伫防空壕外口，还有今年新增加的 M60A3 战车，小甲做当地距离攻击，消灭敌军。因为北里海沙堡、台北港、甲淡水河口，防看作是首都卫戍区的防卫铁三角，更加需要加强防守。这个地方相对来说，它的沙滩还稍微浅平，非常适合攻击军在这个地方架设这个人工港，所以这些都是未来防卫这个防守守军在防守上需要去面对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台南伫今仔日有民安9号甲万安46号这2个演习。这民安9号演习当中，波及中国用武力犯台，透过飞弹乱攻击国内重要基础设施甲人家厝，造成大量伤亡甲危害。这届有出动陆海空，这公兵营单位总共有60个单位，参与演练的人员超过1300人。到现场的行政院长陈建仁表示，中国无放弃用武力侵犯台湾，政府会守护台湾，人民对国家爱有信心。知道他们宗教。
中国武力反台，透过飞弹无差别式攻击台南，有4栋联动建筑物倒去，侪人伤亡，便已启动大量伤患甲减伤分类，相关单位也启动救灾机制。目前抢救工作如火如荼来进行。海上是模拟台南安平上港船只，和中国飞弹击着导火，台湾港务公司赶紧派船拍火，空勤总队也为空中救援，吊挂救援受伤民众。台南市下昼伫安平上港178号码头举行平安9号演习，模拟中国武力反台造成国内多项基础重大建设损害，甲风台侵袭造成人民伤亡。安怎量查体力紧急手上等28项演习，出动公民营60个单位，动员超过1300人。那因为平常我们都会指望什么这个有天灾地变、有台风、有什么地震的时候，国军会来应援。但是重点是我们今天演练主要是没有国军的应援，我们地方政府能够自主动员。原定甲一天伫台南下昆新转运牌进行汉光39号操演，因为风台应变取消。万安46号演习是如期进行。那平安9号演习会场，依属 ATI 警官甲美军高调管理。乌俄战争持续发生，而且呈现一个紧绷的情况，中国也持续威胁我国的安全和发展。因此，台湾的安全是我们最大的挑战，也是政府的责任。总统蔡英文因为确诊取消行程，行政院长陈建仁强调，中国无放弃武力反台，这摆演练关系国家关键设施的安全，透过演练累积经验，才会当伫紧急时刻发挥上大效益。记者综合报道。基隆双峰营区的弹药库发生爆炸意外，造成4官兵受伤。总统蔡英文今早起有去三总看一寡受伤的官兵，也因为这个营区附近晚近徛家加油站，基隆市长谢国良就要求讲，这国防部就要把这个弹药库搬离开驻地区。国防部长邱国正表示，要安怎煞因的来规划。总统蔡英文伫国防部长邱国正陪同慰问家属，强调一定会用上好的医疗，互伤者早日康复。那比较严重这2位，基本上初步处理，现在看起来也都还稳定。专责的一个医疗团队啊，那就希望给我们这些弟兄最好的一个照顾。基隆双峰营区弹药库2时发生爆炸意外，造成真侪士官兵受伤。国防部长邱国正原来会室里，其中2个伤势较严重，倒手要锯掉，后续会做专案编组，处理康复甲宽裕协助，轻伤卫冕。爆炸心理伤害，原来会做心理辅导，会继续追查事故的原因。唯一在那边，他并没有受到好像打击这种，但他有裂痕，裂痕就代表就弹体有冲出去。但假如说整个碎掉的话，可能伤势不是那这个可能更麻烦，所以可能从这边也研判了。那个断裂地方可能把这几个人伤到。邱国正表示，这批是为外地岛运到转来的老骨架出来的弹药，拢会定期数量检查。弹药检查的士官兵，唔是凊彩掠公差，拢有合格证照，绝对袂落错。啊，不过因为营区瓦近加油站市场才生活圈，当地民众甲基隆市长谢国良，拢希望弹药库会当清刷。当然是大家是上愿意啊，对，所以拢较无人住的所在啊呢。弹药库要迁走，已经是蓝绿2党在当地的一个共识，所以我希望在这个共识之下，我们可以跟国防部在一定期间内好好协商。对前线诉求，邱国正表示，弹药库是因为作战需求，军方有诚意检讨，绝对会遵守弹药库离民家300公尺的规定。若是要清刷弹药库需要时间，有新式的武器装备爱分流做调整，嘛无法度确定倒一年会当完成，必须都要照起工。记者综合报道。总统府表示，总统蔡英文伫今仔早起行程结束了后，中昼发现身躯无爽快，经过快筛确定感染到武汉肺炎，也取消下晡公开行程。蔡总统今仔早起呢，有去3军总病院探视这陆军团受伤的官兵。不过确诊了后，经过医疗团队建议取消本地下晡要去台南视察的办案演习，也有气象局行程。不过总统有下令要求行政团队要注意风台动态，做好防台准备。咱若讲到这天狗日疫情继续伫咧逼，顶礼拜增加206个本土的天狗热病例，主要疫区台南也出现头一个死亡个案。这位过往的是一个40多岁女性，伊毋若感染到天狗热，也共款有热衰嘅情形，才会来过往。另外，这风台过后雨水较高，也要注意物件积水，容易生出这炭病棒，也提醒民众这积水拢爱摒掉。
天狗热疫情持续在拖，疾管署公布今年头一个天狗热死亡的个案，是一个台南市40多岁女性，7月16日开始发烧，因为症状无改善，18住院治疗，经过病院通报检验了后确诊，而且诊断有热衰竭的情形。伫7月21日，因为病情恶化不幸过往。卫福部长施水源嘛亲身到南视察天狗热的疫区。其实，在诊断上面的话，他是被判定是有登革热是没有错，但是在可能是有这个双重的死因啦哈，也就是说，登革热是一个加重因子哈，那基本上他医师的判断应该是主要的死因还是热衰竭啦。除了本土头一个天狗热死亡的个案以外，疾管署嘛发现讲，顶礼拜也是新增加206个本土天狗热的病例，其中也是以台南市163例占上济，过来是云林县40例，甲高雄市3例。事实上，过来为6月13确诊今年头一个本土病例以来，累计到达已经有630例本土病例。那在630例的一个本土病例里面，有7例的一个重症病例，跟1例的一个死亡病例。那大于60岁以上的有占了43%。那目前国内的一个登革的疫情呢，仍然持续处于上升的一个阶段。施水源表示，离了一届天狗热大流行已经要10年，所来风台嘛持续带来雨势，要防治天狗热是搁较无简单。伫台南市上届高卫探天狗热的网页是爱去版文。虽然因介意伫个室内活动，不过嘛提醒民众，伫个落大雨了后，要是爱落实氧气减量，甲轻度支成员，而且若出现发烧、头壳痛、目孔后壁是筋膜甲关节痛等等的症状，要是爱赶紧去互医生看。记者综合报道。风台伫尾来，提醒民众唔通拍走。即马伫咧基南抑个新竹山区，拢传出失踪意外。伫基南呢有2对翁仔某，二是做伙去到太平山的三星池，转来半路，其中一个姓廖的查甫人煞来失踪。另外，伫新竹5方乡贵德步道有2个查甫人去到顶边溪钓鱼，落尾失踪，找到人的时阵，拢已经过往。消防人员伫太平山山区切落去找人，要找姓廖爬山的人，因为二是甲伊的家后甲另外一对翁仔某拢总死的人，相约去太平山园区内的三星池，要登去入口的时阵煞失踪去，警消25持续伫敲找。今日消防局派遣10人，警察局3人，林务局3人。目前持续进行搜索当中。三星池海悬2110公尺，伫三星山甲翠峰湖中央，水的深度差不多2公尺，四面拢礁树啊，湖水哪行，互登山客形容是世外仙境，吸引袂少人来探险。暗过罗东林管处呼吁，去三星池的山路地景比较无开放，毋是一般大众的路线有危险性，无鼓励民众前往。由于这个地方它的路径不明显，加上那个起伏高超大，然后树根盘根错节，所以很容易发生一些山难事件跟意外伤害。所以这地方我们不鼓励民众在这地方进行那个野外探险。这个是他背包的地方啦。新竹县消防员伫串流的溪水中找到牌影，因为5方乡贵德步道25早起发生山区的事故，2个查甫人去贵德步道顶边溪钓鱼，不明原因失联。警消陆续找到2个查甫人，暗过已经变变命的遗体。有2名钓客昨晚相约钓鱼未归，那消防局获报之后，立即出动2车10人前往现场搜寻。杜苏瑞风台要来，消防员甲时间伫走烧热，抢救山难意外。民众伫风台期间爱避免前往山区，保障家己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即马全世界是热翕翕，伫咧非洲的突尼西亚，只是出现56度，一款破纪录的高温。那小隔壁的阿尔及利亚也发生野火，上无有34个人死亡。伫非洲北部挖地中海的阿尔及利亚，24有16个省、97个森林、农田互火烧去。当局出动将近8000个消防队员来拍火，暗过摄氏48度的高温，国加强风一直吹，火快速弹开。شهادتي به الزوج كانت تحت المدرسة على المنطقة العسكرية هنا. عاودت عيطت التليفون للحماية قلت لهم هي شعلت مقابلتكم تجيبوها طفوها. بعد كده جاو بعد نص ساعة
جاوبت فلوس ما عند العسكريه وهي شالت تحت وهي هنا بتكسر.火烧上尾是伫东部卡比利亚的山区，因为透强风，大火一直向海华山的驻地区烧过去。贝加亚布维拉、杰吉勒三个县紧急疏散1500人。内政部上新公布统计，显示4位烧团野火至少不幸夺走，包括10个士兵在内34条人命，同时有26个人受伤。联合国国政府的气候变迁问题小组进前甲包含南欧、北非甲西亚的地中海地区列做气候变迁的热点，经过会拄到较侪破纪录的高温甲野火、农作物的欠收、做大旱、海平面的湍悬，也甲外来物种入侵的现象，也会接连续出现。科学家早拄啊经过线挖近阿尔及利亚的突尼西亚2时就出现破纪录的摄氏56度高温，用电量正暗，国营能源供应商紧急宣布停电30分钟至1点钟的计划，来维持系统的供电力。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阿富汗的塔利班政府美容院禁令对自五开始实行，大概有12000间美容院就因为安尼生爱收起来，害6万名妇女自安尼生就来失去头路。有人认为讲是因人生当中上界的黑暗一天。员工甲美容材料甲产品一个一个装箱拍包，连壁顶的大型海报嘛都要拆落来，爱赶伫塔利班美容院禁令有效进前做完。喀布尔这间美容院准备结束营业，就门的人客嘛只好叫因走，员工嘛真感慨。یکی از بدترین روزها و سیاه‌ترین روزهای زندگیمو دارم تجربه میکنم و یکی ناامیدی مطلق از اینکه کار شروع کردیم بسته سرمایه از زندگی همه چیز رفت و علاقه شو هدف همه چیز رفت. 阿富汗塔利班2年前重新掌权了后，用各种打压女性的手段，限制因的清查甲行动自由，剥夺就学就业的权利。进前阁下令全国美容院爱伫1个月来关起来，影响12000间美容院爱收档，6万外女性因为安尼失业。顶礼拜，一阵妇女行上喀布尔街头抗议，伫美容院头前大声喊因爱食饭、爱工作、爱正义，暗过刷起哦，警方喷水枪赶走。参加示威的妇女事后表示，因被逼失业了后，唔知要靠啥生活。در کابل خود دیگه جایی فکر نکنم به ماندن باشه چون راه آیدی نداریم. از همین خاطر یک پلانی شد که اول در خانه آرایشگاه جور کنن ولی متاسفانه طالبان در اون قسمت هم بر ما گفتن که اجازه ندارین در خانه هم حتی کار کنین. دیگه به سرنوشت هستیم تصمیم خاصی نداریم فعلا.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去年第4季阿富汗妇女的工作机会减少25%，地区新增加26万5000人失业。即马国家美容院关起来，妇女的处境会当讲愈艰难。部分女性认为离开阿富汗可能是因唯一的选择。由女权人士评估，女性被逼提早进入婚姻的同婚现象会搁升悬，女性的地位真正是大幅度倒退。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社群媒体推特要换商标，甲已经使用17年的纳色胶啊，要改做 X。推特自去年去互好野人马斯克买落来了后，就推出纳钱买真正的制度。这款的做法就是要限制普通的小号的使用量。即马佫甲这个 logo 直接换掉，市场分析师也认为讲，安尼生做无妥当。位伫美国旧金山推特总部的外壁，离是投影出一个大型的 X 字样，正式选举会被纳色胶啊迎接 X 时代的来临。推特大头家马斯克甲执行长亚克里诺双双伫个人页面推文点现新商标。推特网页版为2时开始就换 X 新商标。推特无阁有纳色胶啊，用户感觉唔敢甲无了解。I hope it's not an X because it'll kind of look a little more like an adult app. People regularly use tweet, retweet, like things like quote tweet, stuff like that. Any other brand would kill for that kind of like daily brand recognition. 马斯克伫2022年10月以440亿美金，大约1.3条代票买落推特了后，表示要将推特改造成整合通讯、影音甲行动支付等各种功能的超级 App。市场分析师观察，推特成立17年以来，有约2.4亿的用户。推特封闭去了后，经过大规模裁员，甲马斯克一连串争议发文的风波，造成用户取消甲广告主收手。
高达广告收入破50%，债务负担沉重，加上 Meta 向准推特用户的新社群平台 Threads 来甲影响，推特要安怎改变也引起市场的关注。In terms of some of the challenges ahead, you really need this full rebrand, and that's what you're seeing with Twitter. But it could backfire. And I think losing the iconic Twitter logo and the birdie, users are not going to love that. 马斯克意向无按牌理出牌的骄客性价，将推特卡掉中年的策略，并无互人意外。只是这一步棋的风险真大。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台湾申请加入 CPTPP 的机密文件，将有可能泄露出去啊！即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表示，无排除这是认知作战，要阻碍台湾申请。不过，台币21世纪贸易倡议签署头一批协定了后，行政院的政务委员陈振中就表示，英国有真侪国家想要甲台湾深化经贸关系，拢即马想要学这款的方式。若真有好消息，也会对外公开。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头批协定6月初签署了，最近立法院审查无异议通过。行政院政务委员陈振中讲，未来有机会和其他国家签署类似协定，并且强调这款的模式 CPTPP 嘛会当适用。我们这个参加 WTO 的成功啊，这个应该给我们很大的鼓励跟很大的一个启发。我们也承诺说愿意接受新的高标准。我们把法律都先改好了，这哪个国家可以做到像我们这样子的？都还没有参加，我们法律就先把它改好了。另外，最近传出 CPTPP 申请机密文件外泄事件，陈振中认为，在会当控制范围内影响无大。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回应，相关单位当咧追查来源，无排除是中国的认知作战。国安局正在追查讯息的来源，那我们不排除是假讯息作战。那要干扰台湾申请参加 CPTPP 这个申请的一些相关的这个程序。外交部和国安局目前搁在查证文件的真假，同时也呼吁民众要有分辨能力，判断网络流传文件的真假，唔通转达这款受到变造而且来路不明的文件。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即马手机啊，打开看到影片，真侪拢是中国口音。这个中国的影音平台抖音最近就咧流传一段影片，讲美国为着要压制中国发展，挑工使人这台海烧战，互咱起冲突。咱台湾的外交部就批评讲，这是中国的认知作战。中国抖音常常放假消息，危害咱的国家安全。行政院长陈建仁就表示，有请数位部来研究，针对公部门伫无共平台下载 App， 都爱立法管制。如何诱导台海发生战争，来遏制中国崛起？这期伫咧抖音平台顶端广播影片讲，台海战争背后的中间人就是美国。咱国的外交部大动作来背回互清楚，讲亲像这款假消息，从2001年开始，逐年拢是安尼换步咧改变尔，透过各种网络平台来放送。台海情势紧张的根本原因不在台湾，也不在美国，而是中国威权政府对外扩张的野心。中方实在无需一再以荒谬的论述进行认知作战，做贼喊抓贼。不如个抖音顶悬的认知作战，伊的形式毋哪一种。名称号做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队，顶悬咧搁放警徽图上的抖音小号，说是分享风景、美食，也是小动物的影片，互警方赶紧的来背回互清楚，讲这毋是官方的笑话，因为从2019年开始，咱国公部门的机关就禁止来下载使用抖音，煞定定去用无用，要安怎来反制抖音危害国安，也有治安？行政院伫去年上届少也有召开2遍的会议，外界呼吁讲，都爱紧要提出实际的作为。对于台湾实施这一个假消息的这一个攻击还有做认知战的这个攻击呢，我们希望民众呢大家都能够提高警觉。也请这个数位部呢来做各项的这个评估关于这个不同平台的这个 APP 的下载，那都需要来立法来进行。伫咧找出方法进前，敢会当呼吁民众对这个假消息都爱提高警觉。
不过，抖音台湾的使用用户已经有到520万人，而且有煞咧增加。要安怎莫去干涉到管理言论自由，还佫会当来轰炸中国的盟军？政府就要好好来做研议。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地方法院国民法官庭审李某太翁的案件，认为这负任人无符合减刑规定，依照杀人罪，甲伊判刑7年2个月。不过，妇女团体认为讲，这判刑当中看不到这位负任人长期遭受家庭暴力的创伤，呼吁这爱受法甲专家证人的意见列入去。司法院也回应讲，相关案情还未确定，这个意见未来也拢会列入去检讨当中。一个长期受到家庭暴力的负责人，去年底举刀啊，甲伊翁婿刣死，去互检方起诉。专案正做全国头一件国民法官参与审理案件。不过，合议庭认为讲，负责人符合自首减刑的条件，因为减刑了后，上轻的刑度是5年，并无伤过重，无符合刑法前勘民事的减刑条件。一审以杀人罪判7年2个月。他的37年那种很严重的受虐的一些创伤啊跟事实，并没有纳入他减刑的理由里面。我是觉得这对于那个就是妇女会不太公平，我觉得很可惜哈，没有纳入专家证人的部分。对国民法官而言，他是一般的民众，他们可能会比较难接受到这样的训练。针对判决的结果，妇女团体感觉真失望，因为判决当中并无甲负责人长期受到虐待创伤纳入减刑的条件，建议爱修法。甲专家甲证人的意见包括在内，嘛认为国民法官并无训练过安怎处理家庭暴力的案件，建议家庭暴力杀人案都要排除伫咧国民法官审理的案件内底。他也不太可能会有这种再犯的这种可能性，其实我想应该也不高啦。所以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有必要说要让这样子的被告在监狱待这么久的时间，再让他回到社会来吗？捌做过司法官的律师认为讲，前勘民事是互法官详细斟酌的空间。这个负责人伊搁再犯案的可能性并无悬，无必要入监服刑伤久，颠倒是要帮助伊脱离家庭暴力的家刑。针对审理的过程当中的修法倡议，司法院都会密切关注，作为未来检讨或者是未来相关法制作业上的参考。针对各界意见，司法院强调讲，目前专案还未定案，未来检讨的时阵会甲相关的意见包括在内。嘛强调讲，考虑到审判独立，无方便对审理当中的案件发表评论。记者综合报道。2019年10月，伫台中大雅有一间违章建筑的铁工厂发生火灾，造成2名消防人员过往。这涉案的负责人呢，防指控过失致死，抑个违反消防法等罪嫌，一审共判2年6个月。高等法院今仔日2审，甲原判撤销，改判2年，减罪5年。2019年10月，台中市大雅区铁工厂发生大火。造成2个消防人员伫拍火的过程当中殉职，涉案的负责人防以过失致死罪，甲违反消防法，一审判2年6个月。25台中高分院2审，改判2年，缓刑5年，抑个需要付公库50万。家属透过消防局表示尊重判决，尊重法院的判决及当事人家属的一个意见，那将视家属的需求，那协助提供必要的相关事宜。当去到现场，进前的工厂已经变作停车场。判决指出，涉案的负责人伫2011年7月份开始租这块土地，不过并无申请建筑执照、使用执照甲工程登记，就直接去2栋铁厝，加做免洗餐具物流中心。2019年10月初3，因为电线压实导火造成意外，官团表示应该提高农地违章建筑的消防标准。像这样子的工厂，你应该更加的去对它的安全设备。防灾设备去做一些标准上面的订定，尤其是我们觉得违章工厂，它跟一般的工厂标准一定是不一样的。第9公民基金会要求讲，各县市政府应该赶紧申请国土永续发展基金编列经费，甲查处人力保护条甲立管，嘛呼吁营建署应该针对人力无够的县市，提高补助的额度，才会当阻挡农地违章建筑的乱象。那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嘛表示，应该落实第一线执勤的安全。除了最基本的装备要齐全之外，包括 TIC 热血相仪等等的，还有再来就是消防3权里面的资讯权还有退避权的落实。消促会表示，伫工厂拍火对第一线的风险相对较悬，若是无人员调伫内底的前提之下，建议会当以较保守的方式来救灾，确保安全。另外，消防人力嘛要保护教育，抑阁有落实勤务的分工，来维护消防人员执勤的权益。
记者综合报道。对5月开始，这警察掠人行道违规停车，还有临时停车，2个月来全台湾就掠27万件，也是有人违规。警方表示讲，无论伫咧人行道停车或者是骑车，拢是违法的行为。乌车闪电黄灯，就安尼对伫人行道，一半道路拢可以占去，行人只会当闪咧行。尤其上下班违规无检，颠倒增加。有时候他停在人行道上面，有时候会停个5分钟、10分钟也不一定。他要闪开这个走马路，按车来的话，因为他车子很挤嘛，有时候摩托車有时候很快咻一下過去了。我是人家都是每一物件就走啊，要無有停嘛都暫時停啊，每一就走。高登去事發現場，機車、汽車、腳踏車違停一台煞一台，人車爭道都伫新北市汐止。一個月來，陸續有駕駛伫民豐街食紅單。我尋到國泰病院，騎機車人將人行道當作車街，警示條邊停幾排。苗栗縣道分，甚至有外送員騎上人行道壓着行人造成事故。會當看到各地攏出現人行道亂象。人行道其實就是已經不允許車輛停放的話，不論是臨時停車或者停車都是不被允許的。若車停標線人行道，警方看到會開單，就連佇人行道騎車，同款是 NG 的行為。警政署上新統計，2個月就掠挖27萬件人行道違停甲違規臨時停車。若有违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12條規定得勸導之情形，警方將依個案審視是否符合勸導要件，得勸導免於舉發。去掉行人地界污名，交通部為6月底開始，也開放13項違規項目，讓民眾會當檢舉，像洗碗認證無檢肅罰行、人行道違停等等，攏列入。國防一邊修法加彈法，一邊開放檢舉阻止亂象，敢會當替一直防批評的交通問題找出解決方法，各界攏來看。記者綜合報道。中度風颱杜蘇芮拜3時啊上屆接近台灣，台灣已經有幾多年無風颱來到位，就上驚的民眾是無影無緊。提醒民眾講，這風颱要來進前，就愛參里長聯絡，這沙包就愛家己貼好好，這個電火布也愛家己搭好勢，搭佇窗啊。這個風颱準備做了好勢，咱就唔免煩惱啊。中度風颱杜蘇芮就要來啊！中度風颱的風上懸會使到15級，15級的風到底有偌大？記者帶你來試看覓。風咻咻叫，加上雨水，人又要徛袂牢。這擺的風颱杜蘇芮，強度瓦強烈風颱，民眾預防風颱準備袂使放零。我有點措手不及這樣子，然後迄雨啊攏灌來我的迄雨衫內底啊。然後感覺真恐怖。以前來看有人啊，看無啥好，騎烏托擺要去買食的，結果一陣風，一陣大風吹來就跋倒啊，都受傷啊。台灣已經幾多年無風颱啊，就驚民眾對風颱較無要意。各地消防局攏有做風災手冊，台北市風災科學教育館表示，因也參里長、區公所聯絡，愛民眾保持警戒，做好防範措施，親像緊急避難包也愛定期檢查。較保暖的衫，也是巾仔，吼，啊，閣有一寡生活用品，比如講手電啊，啊，閣收音機，吼啊，即寡物件，啊，較會去袂記，就是咱的水吼，其實咱這食物是有保存期限的，吼，常常啊，要用的時陣，哇，已經過期啊，嘛袂使食，吼，所以這定期吼，半年一年攏去檢查一屆。風災館也提醒，為咗防範大風，窗仔門就愛搭電火布，若較舊的建築，窗仔門無遐捌，就愛加木板來固定。民眾若有需求，也會當參地區的區公所聯絡，領沙袋啊貼佇到淹水的所在，防範災情。記者郭文條隨台北報道。風颱佇要來，最近佫是這滿大笨蛋開始熄的時陣，農民趕緊去巡，希望降低損失。另外，佇歸仁種的釋迦雖然只有64公頃，毋過是西部正常濟所在。即馬農民也提早去陸續啊，要防止風颱來。透早農民真着急，無分大細粒，趕緊甲釋迦先套落啊。農民表示，因為攏是挖緊釋迦要熄的時，為着防止病蟲害，才開始套地啊。毋過即擺杜蘇芮風颱強度一直增加，按算會對台灣南部造成影響。農民因驚心血烏有去，所以提早做防災措施。當然，咱也有做一份的準備，就減一份的損失啦。風颱做較好，啊損失當然就會減愈少。
安尼影响咱农民的收入啊。毋过就是讲，你风台咱嘛无法度去预防的啊。归仁的释迦是大木种，轮顶这边大概占有七成左右。 然后面积大概是6.2公顷，督促那个农民可以加强防灾的工作。农民除了甲切徛特落架，卖家甲每一张切徛树固定好势。规定是西部上大的切徛产地，赛季拄好拄到风台期，农会特别来巡视防灾情形。另外来看麻豆文旦，目前已经8分熟，早花结果的文旦伫咧8月中准备通采收。农民讲文旦上惊风吹，因烦恼透风落雨的落果，所以用锁啊加强固定树基。台内咱会使做的嘛是讲，甲迄较低的文旦，会去割着土的，咱甲伊吐起来。啊，果实吊挂较重的用绳子用锁啊甲绑起来甲固定。台湾已经3冬无风台入来，虽然会当带来一寡雨水，毋过农民拢是看天食饭，先做好防灾准备，毋茫甲损失降较上低。记者李想台南采访报道。因为在的人客上过少的关系，新竹客运宣布9月12日后要停止新竹关西的公车路线。镇公所为着要解决问题，最近向监理单位提出用假停车代替公车的计划。虽然即马已经有初步规划了，不过上紧要等到11月才发布施行。时间过要半点钟，公车站牌下骹共款完全无人在等车。问住伫附近的民众，大家拢讲这公车车班真少，定定1点钟才会来一班。等很久哦，1个多小时要。1个多小时都要？那会不会常常等不到啊？也有可能啊。像我现在我也有人老人券啊，我平常出去的时间，连班次几点到几点我们都不知道啊。新竹客运因为载客量少的关系，宣布9月中要停止关西这条路线。镇公所为要解决无公共运输的问题，决定提出用假停车来代替公车的计划，主要提供民众到市区来买物件、看医生为主。那现在因为各个学校都有交通车的设置，那很多新竹客运原来有盈利的路线，那现在陆续都已经不付成本。希望我们的新竹小黄这个动作能够取代我们新竹客运的营运，那让我们的老百姓在交通方面不会有更大的疑虑。提案是以计程车来营运，已经提送我们公路总局来审查。那我们也期待关西镇公所能够顺利通过审查，以幸福小黄来服务我们关西的乡亲。镇公所指出，若是以每公里成本42块来计算，这个计划总经费差不多需要560多万，中央补助470万。希望争取今年11月开始通车，来协助解决关西无公车通坐的问题。显然9月12到11月份，中央的空窗期目前暂时也无办法解决。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这性教育若准有教着免受到性侵、性暴力，也个种种的拖跋。这个中华内心基金会培育着性别志工，要用讲故事甲搬戏方式，带囡仔熟悉家己身躯。志工人保翁仔练习讲故事的技巧，这是内兴基金会中华分事务所举办希望花园剧团的志工培训课程。分事务所主任表示，过去常常接触到未成年有新的个案，建立正确的身体甲性观念，才会当互囡仔知影安怎保护家己。查某囡甲查甫囡仔，因两个谈恋爱时啊，因会发生一寡性行为嘛。但是你就会感觉有一寡过程是，你会感受到讲囡仔感觉我爱伊啊，伊甲我要求讲爱进一步的时我袂当甲伊拒绝。所以其实伫迄个性行为的过程内面，其实有一个权利上不太一样的啦。希望花园志工培训今年是第7届。参与的志工嘛讲，因为本身的家庭正传统，致使真侪代志唔敢讲。若对男女斗阵有疑问，大部分嘛会选择隐瞒。就是我爸都是采取一个女生就是要保护，然后但是我会觉得说，其实家人越保护的话，小孩反而更多事情不敢跟爸妈说，就反而中间会有隔阂，隐瞒的事情反而会更多。伫个做细汉的时阵，就甲小朋友讲，查某拢有同款的权利啊，所以你看这种社会的问题，是不是在我们从小建立以后，我感觉我们的社会一定会比现在更和谐、更美丽。
根据教育部资料统计，台湾109学年有7167个学生有薪，比108学年6362个，1007学年3927个比起来，逐年拢在增加。现代的学生囡仔交朋友的管道更较多元。立兴基金会表示，推广性观念加身体自主的议题真重要。培训志工用讲故事的方式，希望用活泼的演出，让囡仔有自我保护的意识。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咱市的动物盘有安大咱人的功能，伫比利时就一间病院打造一个宠物探病专区，让长期住院的患者会当含因饲的动物见面。伫澳洲坎培拉的这只好伴鸟小土匪，是退休的边防官员安索尔生活中正重要的伴。行到倒就缀到倒，伫社区甲网络这么正红。小土匪是正少通过认证鸟有直接的辅助鸟。安索尔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PTSD。 I was one of those guys that said never going to happen to me. I'm resilient. I'm strong. I'm sometimes facing up to the fact that you're vulnerable is hard. But you got to do it. 安索尔伫咧退休之前，定用小土匪做伴，也同时诊断出得了 PTSD。有人建议伊找一只辅助动物消除焦虑。伊认为小土匪正活人、阁巧，个性正适合，所以就开始甲伊训练。不过要替辅助动物执照无简单，就要通过出入公共场所安全测试，证明伊会听主人的命令，袂惊吓，也袂乱甲人撩人，也愿接受深度压力疗法的训练。看伊伫主人需要时阵，敢会伸脚去按打主人的身体，达到稳定神经的安定效果。She can tell when something's happening, when it's not quite right, and she'll either stretch up to me and place her paws on my leg, like you see cats do all the time, and demand attention, and then she'll put pressure. It's about making connections and helping me to bridge that social gap a little bit as well. It helps to reduce loneliness and improve sort of negative feelings like depression and anxiety. 真侪人厝内拢有饲宠物，不过若是人破病长期住伫咧病院，看袂到因也会真思念。所以比利时的圣特鲁多病院就设一个室内专区，让亲友带宠物来看主人。宠物活泼热情的环境，对情绪加身体拢有帮助。Maar dat is absoluut niet hetzelfde. Hè? Hem voelen en kussens krijgen, en dat is niet hetzelfde als een foto. Hè? Er zijn opzoekingen naar geweest, maar vooral uit ondervinding merken wij hier dat dat toch wel voor de patiënten heel fijn is als ze hun huisdier nog eens kunnen zien. Ook al is het in een terminale setting of gewoon bij een langdurige opname. Dat patiënten... 因为考虑到卫生加污染的风险，大部分的病院拢不准带宠物入去。几多年来，圣特鲁多病院也只敢让患者伫病院外口一个户外的亭见面。这边经由癌症自身机构的斗相共，设一个甲病院相连、掩过独立的专属的空间，让患者逐礼拜拢会当甲宠物见面斗阵1点钟，事后会清洁消毒。伫即嘛，只敢准带猫狗来。自9月开始，病院也个计划要引进治疗狗，做心理甲运动功能的复健。公司新闻施会中编辑。万物皆有灵性，这个海鸥呢，以一个美国甲墨西哥之间的太平洋海峡去互这个网仔填掉的，就挖进人类要来讨救病。为3到4年固定举办的全球澎船海洋竞赛，今年赛程为西班牙亚历坎提出发，重点伫意大利热那亚。荷兰队将海船进至直布罗陀海峡了后，意外拄到一阵海鸥来搅乱。Two orcas came at us, straight at us, and they started hitting the rudder. Impressive to see the orcas, first of all. Beautiful animal, but also dangerous moment for us in the team. The team reacted really well. We took down the sails and slowed down the boat as quick as possible. 2009年开始，伊比利半岛海峡发生350件同款的人甲海鸥互动的事件，海鸥逐船走、冲浪甚至将船弄沉的事故，常常听到。美国圣地亚哥大学生物学家阿佛瑞多罗贝兹指出，附近是大型的海底甲海底同款好奇作业的个性，亲像是甲船竞技比赛。墨西哥路南加州太平洋海峡上海鸥的船，捌拄过规头拢是藤壶的海鸥主动挖进。What we do see very often is that these will scratch the boats that are there, and then I really think they are trying to get rid of these
of these parasites. 在南极半岛甲智利的麦哲伦海峡生活几啊个月了后，几啊千只海鸥每年受起哥斯达黎加甲秘鲁之间的温暖海峡。6月到11月这段时间有真济做途径。在哥伦比亚外海生态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的资料显示，因的数量在增加当中。公视新闻王慧文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吉人到新竹对28度到35度，苗栗到云林对26度到37度，嘉义到屏东对26度到36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6度到31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7度到37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